宜兰县的火车头附近有一间在地真有代表性二手的册店，叫做旧册柜。也毋过最近要收起来咯。业者是怨叹讲无法度甲县政府继续签约，嘛无标案通标，所以只好关门。一寡支持者真毋甘，就骂县政府讲是文化杀手。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册店无伫合约到期前3个月提出继续合约的申请，县政府只是依照合约来办理。宜兰巷口的历史建筑，伫宜兰火车头附近精华的地区。不过，当地经营要12年的旧册柜二手册店，伫14要收起来。册店的头家讲，要离开是真唔甘。心态上是当然是有点准备，但是还是很不舍啦。就像小朋友已经有点长大，然后突然就夭折掉了这样。县府为着要甲宜兰火车头附近活化，建议甲宜兰巷口历史建筑，甲附近同款是历史建筑的铁厂房，整体外包招商。县府讲照合约，旧册柜4月份就要提出继续签约，不过县府并无收到继续签约的申请。因若旧册柜讲，伊1月份就有提出继续签约的申请。这个县府互店头搬离开的时间相短，嘛无红标，互册店高不离中就要离开。就那个宜兰县政府不但没有珍惜这样子的人才，县政府完全就是宜兰文化的这种消灭宜兰文化的罪人所以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都以契约以及相关法令为主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宜兰巷口经过研究，创建伫日本时期，是宜兰县真罕见保存真完整的铁路仓库。当地部分民众认为讲，遐个光线真暗，人阁少，正做治安的死角。那有的人希望讲会当保持原地的文化气氛。这边吗？有，还蛮少的。怎么说？因为就是比较冷清，而且那边有时候晚上都会有游民。我个人还是认为说有一点文艺气息，比较符合宜兰的文化。县府表示，甲旧册柜之间的关系，以双方契约甲相关法令的规定办理。县府未来会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办理招标，欢迎包括旧册柜在内的厂商来参加。不过外界也是希望活化了后，会当保存原地的文化气氛。记者综合报道。